摄因记缘，摄因摄着过去迄个因果，迄个因缘，迄个缘，啊，你怎样会快乐？我过去我讲过，我那是在啥嘛？第二为着伊做所谓个时阵，到80几岁，伊才记迄个缘。要叫你，我要唱，天三嘛，天三嘛，来求道好唔好？唔啊，唔啊，迄若好来拍。听一种会议，你听有无？你若我过去咧做无差，啊，第二天上午嘛，伫我咧对面，啊，都袂来，同阮妈妈伫遐咧食，啊，都我要甲我来求道，伊讲吼，唔啊，唔啊，若好来拍。我说，哦，你讲这我听无呢。我过去18岁的时阵。怀孕的时阵，啊，我去咧共捡切啊，啊，咧共捡番薯对不对吼？但是咧当中咧，互咱一个道亲，我望讲啥物人啊？啊，伊道亲当时嘛还袂清口，啊嘛要倒嘛还袂来啊。啊，就讲可能捡切用头刷切啊，你听无？啊，捡番薯当头片子，咱过去咧安尼嘛吼，啊，若捡起来去头两样，啊，当就夹出来来讲，啊，捡切，迄个图片牵嘛对。为着迄个代志，带记恨，因为18岁，伊就80几个几年，伊就70几年，记恨要到80几年。为着迄件代志，要叫就是讲，若倒好来拍。啊，迄阵嘛好倒了，头一倒是为啊，即个人来求道来孝道人，伊为着迄个人求道孝道了后，把迄个恨记到这个时阵。所以人家讲叫做时因之念，摄入迄个过去迄个因，毋过记即个缘啊记了，你怎会快乐？请问你讲，咱看有几只久？有看几70年代志？看有几只久的？可能无啦吼。所以这圣人咧来讲，用4点来做一个这段的解说，爱冷静的心。来应变方案，啊，以判断的思考来明辨是非，要以热诚的态度来待人接物，啊，以宽恕的心来面对一切，爱冷静的心。